大家好，做外貿出口嘅朋友，你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擺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顯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大家可以得到答案。喺呢個圖片裏邊，大家可以睇到每一分鐘互聯網裏邊產生嘅變化。呢個係 Intel 提供嘅。下邊可以睇到一啲數字，大部分朋友依家嗰個搜尋習慣都轉向咗 YouTube。喺呢個 page 裏邊，大家亦可以再深入啲了解到一分鐘互聯網裏邊產生嘅變化。Google 有200多萬嘅搜尋 ，YouTube 有72個小時視頻上傳 ，Facebook post 有1.8嘅 million， 每一分鐘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1個，2億嘅郵件經服務器寄出。喺一個茫茫互聯網個大海裏邊，如果我哋可以利用一啲免費平台展示到我哋嘅產品，你先會贏到呢個市場。Google 全球第一，大家都唔會懷疑。點解啲人可以停喺一個網站去到18、19分鐘呢？一定有個可取之處。YouTube 全球排第3，美國排第3，平均停留時間18分鐘。喺美國帶嚟流量接近20%。佢喺相關其他平台帶嚟嘅流量 ，Google 有14%，加埋其他 Google 有25%，Facebook 有11%，雅虎都為佢帶嚟1.2%。大家喺呢度唔難找到個答案。我哋睇一睇 Google， 我用一個好簡單嘅關鍵詞，係香港一家公司。Modelling Heatpads 係行業裏邊一個重點關鍵詞。呢個第一係美國，第二係香港呢一家公司 Google Pads。呢個位置都唔重要，佢個重要之處就在於佢喺下邊 Google 幫佢加咗2個品牌嘅簡易連接喺度 ，Google Pads Modelling Heatpads、Google Pads Sublimation Heatpads。喺呢2個頁面裏邊帶出嚟嘅所有都係視頻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大部分嘅搜尋者都會轉向嚟呢個頁面去睇比較詳細嘅資料，因為視頻會帶出個信息比一般我哋文字同圖片係比較理想，同埋按一般人嗰個搜尋習慣，按我哋現時城市人裏邊嘅生活習慣，個人嘅肉眼，佢大部分都係專注喺一啲移動嘅動態嘅信息裏邊，所以好大部分人客都會點呢個鏈接入到去，佢喺 YouTube 裏邊嗰個頁面可以睇比較多嘅信息，同埋睇一啲動態嘅信息。咁喺呢3個頁面裏邊，基本上佢係完全冇對手。我哋講緊佢喺210萬嘅頁面裏邊，佢攞到3個比較重要嘅連結。第一個喺文字裏面帶出一個視頻嘅連接，跟住下邊2個 Google 冠名排位嘅呢2個，佢係一間香港好細嘅公司，所以喺呢度大家可以睇到，今日互聯網嘅使用者嗰個搜尋習慣已經產生咗變化，視頻係大家嘅唯一出路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什麼需要嘅，關注我哋呢個平台，免費嘅，佢係唯一可以讓大家將視頻走進中國大陸市場嘅一個免費平台。喺播放過程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。多謝大家，歡迎再嚟，拜拜。